19世纪末，古巴脱离西班牙统治导领，要么美国却是透过签条约干涉古巴政府。古巴人民真不满1906年9月29，古巴自由分子起来反美国出兵镇压，并且成立临时政府。当年台湾上好嘅人，也就是台塑创办人王永庆过身后留119亿嘅遗产税，造成家族的净财产。2019年9月29，王永庆嘅继承人纳清台湾上悬嘅遗产税。2014年9月29，当时的总统马英九公开支持占中，呼吁中国爱听香港人民的声音。香港人民要求普选，我们完全理解并且支持，呼吁大陆当局倾听香港民众的声音，用和平、审慎的态度来处理。伊除了呼吁中国用和平、审慎的态度处理占中的代志，嘛呼吁香港人民要用和平、理性的方式表达诉求。